iPad 加大角咀合群街地鋪減價250萬，6月限定叫價750萬，回報5.3厘，機不可失。大角咀合群街中源樓地下12A 鋪現正放售，地鋪建築面積約700平方尺，門闊約13尺，深約33尺，附設3上60M 電、來去水及洗手間等配套。物業位處大角咀，為人口密集地區，對民生及飲食商鋪需求殷切。鋪位位處大廈單邊位置，鋪型四正，能見度高。大角咀屬於傳統民生區。近年來受惠於鄰近奧運站發展，區內舊樓獲發展商及市建局積極收購，區內面貌正在轉型之中。物業鄰近恒地利奧坊第7期重建項目，該項目佔地近9000尺，以9倍地積比率計算，可建樓面約81000尺，相信落成後會帶動附近商鋪發展。